不是吧？这上扬牛肉面就这个水平嘛。香港人全國之旅，我來到了襄陽。其實係咪好多人同我一樣，第一次認識襄陽就係睇金庸嘅《射雕英雄傳》同埋《神雕俠侶》呢？呢個城牆好似冇想象中咁高喎。襄陽古城咧被譽為華夏第一城池，由漢朝嘅時候開始起嘅。咁但係嗰陣時咧係用泥嚟做牆，直到宋朝嘅時候咧就加咗磚上去。咁而家大部分保留嘅城牆咧，其實都係明朝嗰陣時起嘅。保留得最好咧就係呢面北牆啦，北面。呢個係西牆嚟嘅，喺度維護緊。剛剛聽到有個遊客跟他的孩子說，以前郭靖跟黃蓉都是在這裡抵抗外敵的。乜郭靖黃蓉唔係小説人物嚟嘅咩？今次我嚟襄陽咧有兩個目的嘅，第一就係睇古城遺址，第二就係食襄陽牛肉麵啦。這個紅燒牛肉麵，有我的嗎？尋日我喺古城嘅商業街咧已經食咗個牛肉麵嘅啦，但我覺得中規中矩啦。咁所以今日咧就嚟到呢間好出名嘅襄陽牛肉麵試下。哇！呢間嘅紅油咧比尋晚間咧勁好多，都香好多，好食好多。所以話咧商業街啲嘢麻麻地。好吃吧？好吃啊！我昨天去了北界一家去吃，一般般。我就覺得哇，這個不是吧？這上揚牛肉麵就這個水平嘛。我們的正味兒。雖然襄陽係一個內陸城市啊，但係佢都有自己嘅沙灘，都可以去玩水嘅喎。我就咁睇咧，就好似個海邊。以前我仲喺香港住嗰陣時咧，都成日去海灘嘅，咁會同朋友去傾下偈啊、曬下太陽啊，同埋睇下嘢嘅。呢度咧就大家都比較傳統一啲，就冇咩睇。如果你有機會去香港嘅話，記得去淺水灣、都市比基尼。襄陽城城牆圍住嘅範圍裏邊，其實只係有少部分係旅遊區嘅啫，大部分咧都係居民區嚟嘅。我而家就行入去居民區度睇一睇。雙靈愛心餐廳有個，哇好抵喎啲嘢，60至89歲老年人8折，90歲以上老年人5折，低收入家庭還為供殘障人士、快遞員、外賣員、的士司機8.8折喎。請問這個是居民才可以吃的嗎？沒有對外的。對外的哦，好的，謝謝。戶外工作者仲要免費領水喎，我拍片喺戶外工作可唔可以攞咧？我去旅行咧都中意行啲居民區，覺得好有溫度。城牆外邊好多人放孔明燈啊，好似好難放，同埋有啲危險，我都係唔放。哇！呢個燒着咁滯好似，哇！呢個係爛咗添。襄陽嘅酒吧居然有拳賽睇喎！哇！真係拳拳到肉㗎，唔係講笑。